細個時候，陳先生夢想成為一名畫家，但現實將佢推入咗繁忙嘅金融界。佢穿梭於高樓大廈間，手機裡面永遠係跳動嘅數字。佢賺咗好多錢，卻總覺得生命缺咗乜嘢。某年冬天，佢睇到一位街頭藝人，即使天氣寒冷，嗰人仍然專注地拉住小提琴，臉上洋溢住簡單嘅快樂。陳先生停低腳步，聽完整首曲，返到屋企嗰一刻，佢突然明白，生命嘅意義不在於你走咗幾遠，而在於你係咪走喺對嘅方向。佢冇辭職，而係每週抽出時間去社區教畫。當佢見到細路子眼睛裏邊閃爍住光芒嘅時候，佢先真正感受到自己嘅存在被賦予咗價值。生命嘅重點唔在於你爬得幾高，而在於你能唔能夠喺忙碌中為靈魂留一個棲息嘅角落。所謂嘅價值唔係俾世界睇見你有幾成功，而係當你做住嗰件真心喜歡嘅事嘅時候，你睇見咗嗰個眼裏有光，唔再迷茫嘅自己。